呂劍皇太后真係記唔到喎。嗱，香港上季就有31場分級賽啦，唔計4歲賽啊。咁頭5位捧最多次杯嘅練馬師係邊個咧？起斯啦，希斯啦，因為家燕高升啦。浪漫跑2場嘅喎。係啊，但係都有多，因為佢浪漫勇士同埋喜蓮勇敢一月杯有3 win 嘅，冇錯啦。佢就係最少嗰個其中之一，仲有一個咧都係贏3 win，3隻 Group 3嘅。高東尼，高東尼又冇份嘅，呂劍爆咗個答案出嚟，係呂劍威都係有3，就係仲有2個。第2位咧都有一隻馬王嘅，輝哥嘅，係啦，澳遊氣泡咁啊，姚冠輝係有6場分級賽嘅。咁仲有一個難啊，仲有一個係，因為佢係5隻唔同馬嘅，有一隻係季尾嘅長途嚟嘅，有一隻係贏 Group 1嘅，冇人估到嘅一場 Group 1，有一場係2400嘅一場 Group 3嚟嘅。皇太后係啦，記唔記得皇太后係邊隻贏啦？哇！皇太后真係記唔到喎。仲有一個嗰場 Group 1咧係贏澳遊氣泡嘅。阿蔡係啊，就係鴻運帝王有目共賞，咁啊仲有其他係啊，有目共賞，係啦，夾埋係有5 win 嘅。